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我们当地讲自家有自家的文化，按你我们的文化要用办去束缚也来传承呢。有的人讲，靠自家的力量可能讲无法度，故说有的人结合社团也系讲社区的力量来传承自家的文化哦。今晡日，我们都来邀请到一个协会，按到屏东平原乡土文化协会。今年到底在做乜嘅？今年有两版的故事呢？我们今日来邀请地位的成员，我们曾先生来同大家分享吧。马上来欢迎佢咯，曾先生。主持人好，观众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先生。哇，欢迎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地位，也系算我们的老朋友嚟，然后明白来都带到无共样的主题。啊，不过曾老师係請教伊啦，吼，我算伊咧後皮，啊，人咧協會嘅名嘅，個參個無談過呢，啊，當時做乜嘅會有成立一個協會嘅想法咯？我係喺地區家鄉，30年帶喺台北的屏東那部分人，即當時大家會面到，我哋都帶愛歸去家鄉做乜嘅喺台北。哦，其實台北的鄉情哦，我哋台灣都反正共商社會，大家都走台北。有人講讀書讀一度做到一日，即當時我不是會問啊，大家會要歸到我哋屏東冇講，我做乜我歸去啊？我喺遊都冇彩嘅，人哋講咧，我請掛住歸去，冇都講要歸去冇，要我上次高雄出差，結束嘅我坐一台。也嘅機行茶，回去綠卡，駐堂創業都回來，講起來佢落寞嘅啊，明明家鄉，每個人都愛自己個家鄉嘛，所以佢當時喺台北的鄉親，20-30歲講，我哋都係回去屏東做乜嘅，唔係做乜嘅一定要啲，我哋講要啲對口啊，我哋乜嘅對口都冇，所以都講，今我哋趕出佢嚟組織一啲民間團體。其實台灣的民間團體嗬，喺民國76年戒嚴時間簽署，但是民國76年到我哋協會成立85年完簽署呢。台灣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希望我哋呢鄉親民眾組織團體，聽說我哋的政府，聽說我哋的社區，我哋的社會。做點事情嘛，所以他講加來冇一錢，嗰啲成立為啲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哦，聽下叫喏，喺民國85年咧阿美節，我哋講阿美節挺重要嘛，家鄉都知講阿美啊，所以一個組織其實係喺台北的帶台北的鄉親屏東嘅人。客家人從下佢嚟成立嘅。老師，人哋名嘅呀，也歸貼喺啦。當時做乜嘅會想到講用屏東平原嗬鄉土文化協會一個名嘅咯。其實嗬，屏東平原過去我哋讀書千少人講，又講冇人知，但是我哋知後來知得屏東平原嗰富庶呢，嗰豐足嘅地方咧，屏東平原喺度成立以後。我嗰度嘅原住民嘅朋友講，唔等於蘑菇，包括我哋咯，我哋講有，我哋屏東平原同啲人咩鄉下唔咩，除了平埔族人，and then 嘅太湖鄉啊，甚至乜嘅烏台鄉啊、春日啊，那都有，所以我哋其實包括屏東平原，其實屏東人面積佢大嘛。以體型上嚟講都兩部分啦，一啲屏東平原，一啲恆春半島嘛，兩個部分嘛，所以我哋講屏東平原。我哋歸來以後，我哋後來參加我哋嘅鄉親，全鄉咧，唔等於按咩起名，起嘢按好，按你講嘅。係啊，又係歸貼譬，因為真是種先生講嘅，頭擺我哋睇上課嘅時間，搶睇上課上體理課嘅時間，大家就會講到屏東平原。啊，我繼續強調一下啦，吼，就前面有講到協會嘅目標就係成立。本大家攞杯屏東人歸來，吼，由於咧從對口可以去攀發通來參與束縛一個鄉土嘅文化。當然呢，我哋睇下個總成嘅時間，一定會有講，一個協會成立嘅目標、宗旨係乜嘅，哦，精神係乜嘅，可以同大家再繼續分享一下協會一個精神目標，好冇？這當時大家講到8件事啦，鄉土文化、人文關懷。
都係嚟8隻。所以我哋有兩個目標，第一，我哋視點喺台北嗰啲人，甚至各地嗰啲人，第二，我哋有啲屏東青松野位。所以我哋民國85年阿美節成立以後，6月份我哋都邀請南上樂舞團到台北演出。其太陽森林公園嘅音樂台，我哋台北啲鄉親都同大家聽機票啊，佢當時都係冇高鐵，坐到福建航空來，必定喺啲台北清聽，大家都提起太陽森林公園嚟表演我哋啲客家山歌、山歌子平板唱嘅傳統嘅客家歌曲，跳客家嘅舞。千多人嚟看啊！我哋啲目標講，都市方面講，人類屏東要按照客家人嘅文化。係啊。後來我哋面到講，我哋呢鄉親喺屏東，親手地講我哋呢家鄉嘅文化係乜嘅呢？我哋開始募款，募到200台遊覽車嘅錢呢。我哋攀住200台遊覽車。都喺屏東，都嚟參加我哋嘅活動，一下叫乜嘅錢？100個元，10莊主嘅錢，保險嘅錢，費當務嘅錢，其他乜嘅錢全部我哋負責。我嘅當時話唔見退休，每禮拜都對台北坐飛機過到屏東呢。呢度嚟派帶團呀，就活動。嗰度鄉親講，但係你帶我哋5-9條，我唔通企人之問過價真用慢講呢，用慢話按你講。但是因為有嚟參加過嘅，一定啲嘅。參加佢哋客家清聽，從來冇人講我哋客家，其實我哋包括客家嘅故事、火龍人嘅故事、原住民嘅故事，我哋有3條線，一條線專門係6隊，灣滿竹田內埔嘅走，一條線走烏台鄉，水門、三體門。一條線走到恆春，走到哪？走到茶山老客家莊，我哋講咧破裂，我哋呢度嘅呢，3條線，報名嘅人千多呢，千多人後來我拜走前頭都開始介紹我哋鄉土文化嘛，都連啱頭愛結束嘅，大家唔盼得走呢。因為接收員當然相當嘅好嘛，有啲表達人咧鄉親，地的我哋家鄉嘅文化又乜嘅好，所以我哋不時會做下呢。從民國86年，台灣起運動會喺屏東，我都走到同佢聯合報大合啊，聯合報副刊，當日發表我一篇文章。從灰姑娘到白天鵝，都講我哋屏東啦，冇人啲啊。我哋用屏東嘅鄉土文化、嘅鄉土客家文化、河洛文化、原住民嘅文化，有啲史跡文物，透過幻燈片，睇台北市。佢當時我睇雲春高中教書，喺雲春高中嘅太禮堂做一啲屏東之美幻燈片欣賞會呢。佢當時來咩麻麻人。本台北人啲啊，我哋屏東，我講啊，屏東有95萬人歡迎客家來屏東了啦。即當時屏東人民國86年95萬人口，而家冇80萬人。老師，唔睇到講嘅86年嘅區域我還有印象呢。嗰時節我還喺嗰時候嘅時節，印象中嘅紀念地標哇，東鬧熱像農改倉啦，嗰度青島嘅單位有辦嘅展覽嘛，我哋係入去看呢。嗰時候講老師講嘅我有印象。我哋文帶遊覽車對台北下來，特別來參觀，開搭參觀。哇！佢哋嗰度是屏東之旅嘛，屏東資訊之旅。當然我哋咩嚟培養我哋啲技術員，所以攀嚟一下廠，技術員嘅研習會。後來採啲年輕嘅朋友，佢當時台灣國社會現場要嚟參加，培養嘅千到譬如講宋振敖，佢哋培養嘅啲台嘅嘛，佢當時培養千多。嗰種人嚟參與，謝俊明，人家做高中嘅，因為當時培養嘅，而邊個人派發通一定都來嘛，來參加嘅。即當時我嘅感覺啦，我對於啲台北幾多即個家鄉，離開故鄉30年咧，有愛有無嘅，然後唔識嗌，
阿姨哋咪講，有啲台北人來做乜嘅咯，6歲就錄唔完啦。講緊嚟，但係那個冇必要去提及到那啲事情。而啲唔定去做乜嘅。阿嗌講嘅都講，就是我哋標榜嘅鄉土文化人文關懷。係啊，甚至都台北人了解屏東，屏東嘅鄉親了解，我哋咧故鄉嘅鄉土文化係暗號嘅東西，歷史係一啲美感嘅經驗啊。啊，嗰個老師你嘅用意就係講，其實做攀野台嘅發通，唔單止係講本人同人之間有情感嘅交流啦，吼，最終係講本大家歸到一塊土地，本人同土地也係有交流有感情。咁唔係講人哋離開嘅時候，都存到同土地也冇認識也冇感情，大家就唔想歸來嘅嘛。最終係一點啦，吼，人文嘅關懷用一個行通來證明。觀眾朋友，原來啊，老師今日成立一個協會的目的係安尼呢。啊，不過除了攀發通帶大家過來認識這個家鄉土地的文化之外，今日還做為哪條嘅事情呢？試一筆小茶，冇走開哦，夾過來哦。前面有講到，吼，喜上先生今日做乜嘅愛成立一個協會來做本人家來認識這個屏東土地地區嘅文化同鄉土嘅故事。啊，唔過今日做一條事情，一條成員到底有哪條背景呢？其實我也挺好奇，嗰時候來請教一下喜上先生，今日嘅成員到底有哪條背景吧？老師，頭先人講啊，因為當時台北嘅人成立一個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嘛，啊，一個協會地區成員感覺地區。大家都幾厲害呢，可以同大家小結一下講，我假如一個協會地區嘅成員，今日我有哪條嘅條件啊，也係講能力，好，唔可以同大家講一下冇？其實參加我哋咧鄉土文化協會嘅一個會員吼，乜嘅條件都唔是。當然嘛，一個自然人，都人滿20歲都可以嘅嘛。但是我哋一條家鄉攀鄉土文化一個發通協會嘅用處。嚟景仰永續經營，一天愛採天營，所以我哋連續攀了一下去鄉土文化研習營，包括河洛人、客家人、原住民的朋友，我些人全部都來。每拜嘅研習營哦，他要都30-40人，有3日，有2日，啊，睇嘅古書，啊，甚至睇屏東詩，甚至睇內埔話，慢慢嚟到來。有幾多嘅國小先生會來，國小嘅現在後來我也講嘅一下啊嘛，黃啟仁啊，做高中嘅謝俊明啊，張春菊啊，幾多嘅先生啊，高中都來都安尼慢慢嘅，形成一啲可以去承擔鄉土文化推廣嘅人。嗰時候講，假如一個協會我成立一個會員，冇乜嘅條件，第一個條件都講，一定係去。一天係屏東人，其他都唔是。台北啲人都出錢募款。原來係正式會員地位另外一個人講嘅贊助嘅顧問團。他有個有30空嘅哦，也有按多哦。即係當時1萬元嚟揀你。哇！200台都諗晒唔明。真實嘅。長一點諗晒我舞台到台北表演，坐飛機、來飛，全部一切免費。成立協會之後，佢多種來除了攀也就會發動帶人家去看人自家嘅鄉土文化之外，還有規劃有做嘅那條個特別的事情嘛，睇人家印象幾多。因為當時我看到有千多人看到台灣最強嘅祠堂，枕木祠堂，屏東市嘅總生公祠，我立起嚟，都開始推動一個國際運動。用鄉土文化協會嘅名義來推動，喺屏東市嘅當時講文化中心嘅演藝廳，可以參拜一個古蹟說明會、推動說明會，成功嘅。嘅當時都朴青島嘅政府祠堂都係用嘅漿、用嘅火，我立起嚟，受到青島新聞媒體嘅關注，公僕們也先天數，後來變古蹟嘅，也係首張嘅青火，嗰啲民國92年，
佢當時舊義嘅三山國王廟，舊義鄉嘅人，啲藝，睇推動鄉土文化嘛，主動嚟潛藝。講一啲舊義嘅三山國王廟，我立起嚟，唔係我立起嚟，有人去拆開，有兩派，有人講去保留，有人去講拆開。但是一定去保留嘅人嚟潛藝，我也感覺到有必要做古蹟運動，推動古蹟運動。所以當時嘅新聞媒體有點啊，我睇作為兩場古蹟說明會，古蹟說明會去舊義，問接對啲舊義人咧嘅話講，鄭高松加下鬼來哦，舊義三十個咩嘅怪獸已經掛掉拆開哋，係啊，當晚接到安尼聽，我馬上出福建河飛機過來，過來一看佢唔係隔壁日啲帳幕嘅，行業舊義三十個咩叫乜嘅好呢？就領航道高速嘅講法，係昌成宮嘅鋪下，有舊嘅客家嘅阿邊個啊，向下去舊義開發，所以佢古體名講舊快樂呢。後來咧改舊義鄉嘛，一定帶領客家人嘅信仰，三十個廟去嘅做廟呢。啲廟做嘅，你可以看到啲，而家正好嘛，很古樸客家人嘅食材，一定係睇，清河嘅前面那個乜嘅青豆石嘅香爐啊，係丁卯年啊，嘉慶丁卯年，募兵命送嘅呢，咁我哋看到嘅古文會面到，人哋嘅嘉慶丁卯年嘅時候，有啲滿清政府調來嘅募兵啊、偵察兵啊，一個人要做兵咧，感覺到要清河嘛，都貼起人像，仲會睇到天一啲青苔香爐呢，這個呢，而且前面的門神呢，潘麗水的畫像。畫嘅門神啊，太史呢？拍去太史畫嘅呢，一定講拿拆嘅呢。我哋嘅當時哦，地拜嘛要拜海文公啊，嘛佢哋啲完全客家人嘅食材，到後來嗬，舊義鄉可以講到版本係啲農業鄉民呢。係哦，有啲獎杯呢。而家留嘅清好。後時面，因為咁樣呢，老師你帶過來嘅時間，除了這個故事，我還看到帶嘅幾多嘅書，頭都講嘅兩個故事冇睇書當過，但係其他嘅應該係你也判過嘅事情吧，係嘛？有一項講民國91年，佢當時我嘅好朋友，也係我哋鄉土文化協會來跟我參加認識嘅，佢同我講，佢哋嘅比丘馬到太武鄉和平分校、和平部落講比丘馬。頭擺日本人喺民國32年種2000人頭嘅吉貝木棉樹。木棉花嘿。而種乜嘅種吉貝木棉花，因為以後對南洋移出到台灣來，有種樹嘅生長特別快，特別抬頭，又真正，而做兵器，而做嘅槍支嘅槍托，而做嘅乜嘅軍艦嘅木材啊。軍需品都係材料啦。民國32年中，但是日本人34年投降嘅，真派人在位，冇人干涉。而家存到30空頭，高大參天啦，清果嘅。我哋嚟同一個木棉樹做木棉爺爺過生日。同人攀上日咯。係，都係做生日。佢做生日嘅人話你嘛，因為嘅原住民部落比較嘛，一定要嘅筆笛啊，要吹筆笛。小朋友在嘅校門口平和分校門口，20人頭嘅高大到妹妹說咧吹筆笛歡迎人客呢。巫師都來祈福啊，來盪秋千啊，表演結婚啊，表演講嘅木棉花落下來嘅織布啊嘛嘅，教嘅頭嘢。佢當時我哋插旗嘅對屏東火車站一出講要安尼發動，一出到平和木棉樹嘅呢。佢當時我哋得到佢當時因為嗰種電視台還冇嘛，國內3台電視台採訪我，最少2分鐘呢，夜線新聞，做乜嘅做木棉爺爺過生日，自然生態的保護啊，即便木棉樹係有歷史感覺的呀。人出面嘅係用木棉樹嘅棉絮做一點呢枕頭，織一點嘅布，
啊，得祈福，啊，一定荡秋千啊，一定吹鼻笛，展现给人这个文化安尼。这当时个人得到青岛的响应，所以后来过去的嘛，啊，面对安好的事情咯，所以这当时报纸青岛的刊登改到乜嘅头摆的事情，所以个人都出一本书嘛，木棉也有过程，将一个事情的前中后后嘅个故事全部记录下来，分下家己讲念来，做嘛嘅时间会做一个木棉爷爷过生日一件事情。哦啊，当时后来吼，后来改到原因。平和部落跟木棉爷爷，有啊，我係其中一類啊，我有青苔頭啊，從兩排嚟嘅，連續飄雪如雪啊，佢開發係一個凍漿咧，飄下來，嗰人咧嗬，91年，我有看到嘅行政院文件，佢應該文化部啦，爭取全省嗬有乜嘅地方文化館，一啲地方嘅文化可以把它當成文化館。這當時我哋喺度提出申請，新聞媒體講170間啲申請，13間過，包括旗旁園博士文物館，旗旁園博士，沒有錯，佢後來成立咪得到一條錢嘛，80萬嘛，籌備啦，讓去做。我記得當時嘅想法講，睇我嘅家鄉美和村有啲旗博士嘅紀念館。成功都嘅掛那個西邦金博士紀念館，嘅當時嗬，特別係故居啊，親講嘅故居啊，特別講人嘅歷史親友嘅歷史啦，講特別係有關嘅官舍樣嘅，嘅安講嘅啲好嘅啊佈置，有人喺崇拜，有人喺講解，我哋呢美和村嘅文化，用西邦金紀念館來當做一個亮點。嗰一條海平路，300工廠，按佢嚟做，所以後來結果我哋得到一條指引後，旗旁園博士嘅東西已經清晰嘅，特別冇，所以我就可以兩次西邦金博士紀念研討會，有2場，一場喺台北，一場喺美和科技大學美和技術學院，後來就已經有本書西邦金博士。紀念文集。安尼老師，你喺攀岩嘅發通嘅時間，今年起步嘅人有乜嘅想法冇？有當時青天啦，面對安尼青河，望啲青島人去參觀嘅東西啲係地。結果後來都唔本人做嘅，結果冇想到按到人要去啦吼。就係都冇辦法嘛，因為做人有意思嘛。我當然又該可惜啦，亦該打賞啦。我當時嘅想法講，做一啲美和村嘅一啲亮點，嗰種人都會來安。我唔錯㗎，人哋咧好意啦，唔過有時就嗬，係人哋公民嘅教育嘅部分行，幾時就行去加強啦。睇下睇到人睇希望人觸到人家嗬，後來因為一個文化部嗬，我哋推動國際運動，有嗰種人，我哋要成立屏東縣文化資產文化學會，學校嘅學。佢比較重學術，出版書，調查地方嘅文物，所以我哋也幾年，也有4年咧，推動美和村嘅海平路做一啲文化廊道。嗰時候講就有去做一個文化廊道嘅意思喺地背啦，還有前面還有一個規劃都錯嘅。哦，觀眾朋友，冇想到我哋老師其實啊，真是幾用心。其實成立協會之後，唔單將單人回到這個喺路卡、這個喺家鄉來看一條喺土地上嘅文化，甚至於講係家下冇共用嘅族群，大家共下來守護這個土地上嘅文化資產，係因為安尼出版了幾多嘅書，讓更加多嘅人來了解我哋這個家鄉嘅文化哦。當然呢，一條嘅文化嘅傳承，唔單將一個人，也係講一個團體繼續去做嘛。好似你今日還有做嘅哪條嘅事情呢？冇就佢休息一下，我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
前面有讲到，老师今年做乜嘅会成立协会之后，今年咧办嘅几多嘅活动，也做咗几多嘅事情，对我哋这个屏东嘅文化，不管係客家文化、原住民嘅也好，甚至讲文化慈善，都一定係有帮助。但係呢，喺文化有嘅部分嘅後背，今年漸漸嘅還有去轉型哦，到底轉變係乜嘅呢？我哋繼續嚟請教一下，去上欣賞吧。老師，喺講到同觀眾朋友講嘅，我哋嘅文化嘅轉變，之前係想請教一下啦。頭先有講到一啲名詞，我幾好奇，如果文化學會、文化慈善學會同一個文化廊道嘅觀念地位，我哋實際上做人嚟到嘅事情，談講我哋用一個海平路，一個行嘅，做一個特別嘅藝術品，也係講藝術嘅發通咧，係咪？因為美和村嘅海平路有18公尺。一開始係有一啲開基土地公，上百年嘅一啲客家人嘅信仰啊，村民嘅信仰嘅中心。咁一批有人會講，美和村有乜嘅特色？老貨房特別多，一棟又一棟。你看一批有個三聖堂正木九梁貨房，再一批有一個太學士貨房。6對太宗里曾蔭龍大學士嘅貨房，啲歷史故事清陳嘛，唔帶遊客去提講嘅頭擺6對嘅曾蔭龍太學士嘅主公牌喺度還看得到。再下去有國際棒球教練曾紀恩嘅老貨房咧，嗰個老貨房有咩稱號啊？再一批都馬祖廟嘛，馬祖廟再過去，頭先嗰個。曾紀恩嗰個棒球教練嘅隔壁有一啲全世界作曲冠軍曾興奎教授嘅故居呢。都係真風雲呢。唔抵啊，連美和村民都唔抵啊。我哋挖一啲清河嘅土講，這個就是曾興奎教授嘅故居，參加2次全世界作曲比賽冠軍呢。連6對人都唔抵，係唔係遊客去嘅？原來這個真，而家嗰度已經看呢。個曾紀恩教練，這個北方才華，榮耀美和，就將在地嘅故事用一種嘅方式呈現俾大家睇，也俾那輩人看到嘅時候，原來我哋嘅美和村還有咁嘅故事啦。嗰時候一本書美和村史嘅部分也回錄卡，回家的感覺真好。都用一個繪本畫繪圖。我印象地都嗰時節還有文建會喺推動沙琪洋錯嘅部分嘛，喺咩協會嗰時就有一啲嘅規劃對文化開始同沙琪結合，去做一道嘅互動，開始接觸到沙琪嘅事物嘅，係嘛？一見人來認為我哋台灣老年嘅人口見來見多，地方政府會期望講每啲村莊有一啲照顧關懷據點。所以屏東縣政府簽到我哋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我哋都喺美和村做沙琪照顧關懷據點。本我哋咧裝備民意去學習、去運動、去唱歌、去講故事。附近嘅學校雖然咧幼兒園未來老少共學幾好。慢慢咧我有啲感想假設去做社區營造，一定要人咧帶起來嘛，帶起來嘛嗰啲一天我哋要派發通，一定要唱歌嘛，要表演嘛，所以我就成立了3間屋樂坊，就開始演歌舞曲、歌舞劇那係巡迴去台北、去台中、去高雄、火車站帶領老人家，同我哋沙琪老人家，同我哋嘅樂坊嘅人，共下坐輪椅他們去高雄火車站、去台東火車站、去台南火車站。火車站嚟見唱見表演嘅，去台北火車站咧。幾奇妙呢！按呢啲東西會變咗一啲樂坊是一個動力 power，帶動社區營造嘅行業嚟。我所講屏東片嘅文化協會，可能佢還有其他協力嘅單位，都共用，但係大家嘅目標都係提一個文化大廈，嚟負責嘅傳承，嚟照顧大家。甚至講，老師，你唔能做一道嘅事情啊，像沙琪嘅民眾也好，我哋咧種植也好，見人參與嘅唔能咧發通之後，大家會有乜嘅回應喎？甚至講有啲人講，唔能咧暗號啊，去請其他人嚟加入，也係講我新年咧，鼓勵嘅時間嚟聽數眾人嘅職工，我有暗嚟喎。做成員講嘅也真好啦，有位家長會帶領新人嚟，又有裝備會來。但是我講因為我哋客家人
很没天性，比较保守。所以我哋同樣一啲事情嚟做嘢，好老狀。我都講原住民嘅村莊，好悠悠乎乎，他係聽到呀度。真是。客家人嗰點長，嗰點長，所以真係要加一把勁啊！冇錯，老師嘅講樣句好呢。但係呢，老師我印象想去強調一下啦，就講經過按多年協會成立都更加老師帶領之下，大家天天嚟行都更加。老師喺一段時間底背有拄到講，也係講有感覺某個時節，也係講某個事情係感覺個困難，也係講對一個運作嚟講，傳承文化啦、鄉土嘅推廣嚟講，係算係咧個困難嘅挑戰啦，也係講問題，有遇到一個時節咧。都頭先我節目一開始講，統一讀書嘅人就會一樣嘢，綁唔過來。我哋喺咩有啲參考，譬如我嘅咖啡，嗰度特別嘢話緊全部我哋咧，我哋而家嗰啲嚟講唔是啦，唔冇啦，我哋拉返用嘅。希望有高度嘅資源俾佢哋，川度特別嘢見我緊全部我哋咧。唔可以同人講，唔人更加拉擺，睇呢人哋少年啊，唔能夠過來麼？你哋乜過來？喂過來，喂過來，當然過來每天你嘛，出去研究六隊運動會等組團過來啦，嘛嘅我呀，一定要親好，但是一定過來，台北一定台北沒去磨汗啊。上路咧，台北美國一樣300公里，但是就在咩牽入入邊咧。但係老師作為咧社團咧算前批啦，我想強調一下，更加越來越多嘅社團，其實我哋當地講嗰度嘅社團係喺民國80年嘅時節成立，都更加算係嗰有嗰老嘅社團咧，更加一度嘅社團，大家都面臨到一啲問題，都講原來按樣辦去傳承，雖然講文化可以傳承，但是社團一傳承係冇簡單啊。除了這個運作有資源之外，人咯，有啲後生人更加愛像古都市都亂唔差嘅。哎呀，按樣辦去參加，即係老師你自己經驗嚟講，有樣辦社團咧理事長及總幹事係靈魂人物啦。你靈魂人物，譬如嗰度嘅社團比如有啲鬧講乜嘅咧。唔合特別有啲記者朋友同我講，平常地方發表打官司剃到嘅唔係好多人嚟，客家人嚟，民事官司啊。哎呦，過來過去，我談到嘅呀。所以理事長及總幹事真的也係一個靈魂人物啦。當然係定當然係多人嘅一啲十足工人啊嘛。用來扶持我哋啲人強人，愛才惜才獎勵他很重要，比幾飛。所以我不是將同我哋嘅人強人講，唔嚟下屬，嚟睇書出版書，嚟成長用，我哋嚟做乜嘅人？本期嘅舞台表現得慢慢嚟一定會承擔起來嘛，嗰邊嘛點嘛，而家我哋。老人關懷據點，你看平時嘅人睇做嘅幾好嘅啊！出版書啊，導覽解說又唔是我自家嘢啊，推薦幕後嘅，但是唔係可以繼續努力。所以你看人家平常嘅節目祠堂，嗰度志工體服務也挺好嘛。我想一禮拜再去一次都好。以前我每禮拜都去呢，而家唔使我一整日我去一次都好。慢慢嚟都可以本人強人幾飛，一啲社團都可以對我哋呢投入公益事業一啲非營利組織，我哋可以去成立樣嘅，延續下去，唔可以一下都冇嘅。真是的，重點係講頭下後來嘅時節，像先生講嘅，我哋呢做頭嘅人，佢從有目標方向天嚟之後，有時咪接頓嘅人亦都可以聽書記得，悄悄咪伴後輩人一啲舞台，培養人哋呢後時咪，將喺人哋更加社團，不講係文化啦，社企也好，全部大家嘅運作可以用上，就係按呢個方式，佢努力啦，多謝我哋呢先生，觀眾朋友，今本年啊，好彩我哋呢，先生對啊分享按精彩故事，咁講我哋認識，屏東按多社團地方，還有按等一下嘅社團，天天嚟睇我哋土地上，睇努力，睇傳承我哋文化呢，唔單止客家文化你看還有好多嘅，甚至講原住民呢，我哋屏東嘅土地，有按多等一下嘅文化，等大家來去看呢，哇，大家開始講有限來老了來屏東老了嘅時節，
不妨可以來我哋屏東平原文化鄉土協會來看一下，來聊聊一下哦。今日再次感謝我哋現場先生帶來咁精彩故事同分享，多謝我。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鄉土文化人文關懷，大家共下來一起來努力，希望我哋客家文化越來越好。多謝。不管我做乜嘅，同樣要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家家更加聽鄧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